手帶附近都有啲時候有少少吉吉地。咁另外同你檢測嘅一啲內容啊點樣啊？都大部分都有感受。即係講緊即係對應到你嘅一啲狀態咁樣嘅。係啦。咁另外咧，咁試 Twinity 嘅時候咧，你都試到啲感應反應喎，係點樣㗎？即係拎喺手啫。感覺到佢發出一啲能量出嚟嘅。喺即係手指揸住佢嗰啲個範圍接觸到，係感覺到有能量喺度嘅。梁小姐，咁今日咧你同朋友一齊嚟試機啦，亦都試Twinity 同埋 Healy 嘅，有咩感受啊？Healy 手帶附近都有啲時候有少少吉吉地。有感覺嘅係。咁另外同你檢測嘅一啲內容啊點樣啊？都大部分都有感受。即係講緊即係對應到你嘅一啲狀態咁樣嘅。係啦。咁測你朋友嘅時候，你又見到更加有啲位你覺得係認同嘅？有啲好明顯認同，有啲就唔知佢係咪咁樣嘅？未配對到，係啦，未感覺到好 match。咁但係有 match 嗰啲又好 match，好勁 match。但係亦都講就係你兩個測出嚟嘅信息係冇一句係重複嘅，即係佢完全係用一個量子原理嘅方法去檢測到，即係唔係隨便派啲信息出嚟嘅。OK。咁另外咧，咁試 Twinity 嘅時候咧，你都試到啲感應反應喎，係點樣㗎？即係拎喺手啫。感覺到佢發出一啲能量出嚟嘅。喺即係手指揸住佢嗰啲個範圍接觸到，係感覺到有能量喺度嘅。咁今日嘅試機有冇大概了解到你想知道嘅內容？都認識多咗，即係都大概知道多咗咯，但係當然唔係好深入知道。咁其實喺使用方面，你覺得兩部機其實簡唔簡單啦，或者係點樣？有啲咩感受？ Twinity 好簡單，Healy 就要花啲精神去了解，因為如果你唔想用錯個程式咧，即係你想幫到自己咧，要啲時間去預備下先可以開始用。咁咧我又要同你講一講，其實唔係嘅。Healy 係用起上嚟咧，即係佢亦都有一啲指引講俾你聽用啲乜嘢喎。其實佢係簡單嘅。咁咧 Twinity 咧，當然啦，你如果知道自己身體嘅狀況嘅話，你用啱啲 program，佢就仲簡單啲添。因為你開咗着佢就喺度直接去運行幾個鐘啊，去幫你去即係做嗰樣嘢啊咁樣。佢係啦，運行幾個鐘。係啊，頭先咪示範咗一次，開咗其中一個程式，你都試緊㗎。咁 Healy 咧，其實因為可能今日咧你睇書嘅內容咧覺得好多啊，咁其實用起上嚟咧就真係開個 app 撳掣調節就係咁嘅啫。係啦，亦都唔係難嘅。我哋好多朋友用咗好耐，亦都係每日都會使用緊嘅咁樣樣咯。係啦，多謝你嘅分享。